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同埋山泥傾瀉警告係現正生效嘅。我哋先睇一睇尼坦嘅路向。其實咧，尼坦咧已經係減弱成為一個熱帶風暴。喺中午12點，熱帶風暴尼坦係喺香港嘅西北，大約係160公里。預計咧佢係會向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動，時速大約係22公里，係繼續進入廣東嘅內陸，同埋咧係繼續減弱嘅。咁由於尼坦咧係繼續進入廣東內陸同埋減弱啦，喺過去幾個鐘咧，本港嘅風力咧係繼續係逐漸緩和嘅。咁如果我哋睇一睇呢個風力圖啦，咁由於係咁嘅情況咧，天文台咧會喺下午1點前係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。嗱，雖然咧係本港風力逐漸緩和，但係目前嚟講咧，仍然喺香港嘅西部地區、高地同埋離岸嘅地區咧係吹住烈風嘅，咁大家要留意。嗱，如果轉過嚟睇一睇雷達影像咧，由於咧我哋一路都係受到尼坦嘅外圍雨帶所影響啦，所以今日嘅雨量嚟講咧，睇一睇個雨量嘅分佈圖，今日到目前為止咧，大部分嘅地區咧都已經係錄得超過100毫米嘅雨量，就係呢啲橙啊啡色嘅地方。而部分嘅地區好似大嶼山咧，就更加咧有地區咧呢啲桃紅色嘅地方咧，就係錄得超過200毫米嘅雨量嘅。講一講下晝同埋今晚詳細嘅天氣預測啦。風方面咧係會吹烈風程度嘅西南風，而風勢咧係會逐漸緩和嘅。咁天色方面咧，會係多雲啦，有狂風大雨，亦都係會有大浪同埋湧浪嘅。再展望咧，聽日咧仍然係有狂風驟雨，而再隨後1-2日咧天色會稍為好轉。